就放下屏幕，記住呢個感覺，好啦，繼續揸住呢個鈴木咯喎。呼吸嘅時候就盡量將氣好放鬆咁吸，然後個口呼，再嚟深呼吸。我哋去咗一個我哋好中意去嘅地方。呢一個好影響你嘅畫面裏面嘅情節，你已經將佢抌咗落海啦。而且冇顏色冇聲音，畫面你都睇唔清楚，好遠。隨住海水，你睇住呢個屏幕，一隻一隻越飄越遠。如果我唔帶可以帶呼吸機瞓覺，即係而家我唔帶咧係即係比較辛苦，即係瞓着咗嘅時候。咁但係我真係冇呢種感覺。然後當我最後突然間感覺又起來了，我覺得很舒暢，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個體驗。我發現原來呢樣嘢係我比較會諗啲人話。